大家去旅行嘅時候，如果去到一啲景點，例如博物館啊、名勝古蹟等等呢啲地方嘅時候，會唔會都俾錢請個導賞員去帶你參觀下嘅呢？我自己咧一般都會咁做嘅，因為尤其去到呢啲景點，你唔請個導賞員同你講解呢，你根本唔知道呢個地方有乜咁特別㗎。例如你見到一嚿石，如果冇人同你講解呢，你就唔會知道呢嚿石究竟有乜意義。你見到間屋，如果冇人同你講解，你只會視佢為一間好普通嘅屋。但係當有導賞員講解過之後呢，你就知道原來呢間屋曾經住過某位歷史名人。你就會對呢一間屋有另一番嘅感受，你就開始懂得欣賞呢間屋。簡單啲講，如果冇導賞員嘅講解，除非你自己本身嘅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呢啲旅遊景點你去一趟都係白去。相反地，如果有導賞員呢，你就會覺得呢個景點好有意思，好有價值。我哋係透過導賞員嘅講解同埋教育，令到我哋發現到眼前事物嘅價值。呢種情況同做銷售都好相似嘅喎。好多時我哋要令客戶發現到產品嘅價值，係需要透過教育客戶嘅。客戶未被教育之前，佢係唔識得欣賞，唔能夠理解到你嘅產品價值。因為消費者十之八九對於你嘅產品都係無知嘅，所以有啲時候消費者唔選擇你嘅產品，唔係因為你嘅產品質素唔好，唔係因為佢唔信任你啊，係因為佢根本唔知自己點解需要啊。喺呢個情況下，你做再多嘅產品介紹咧，都係徒勞無功嘅。你應該好似旅遊景點嘅導賞員咁樣，先去教育一下你嘅客戶，佢俾你教育過之後咧，就會開始懂得欣賞你嘅產品，同埋明白你嘅產品價值啦。生活上嘅例子咧，亦都非常之多嘅噃。例如你買保險，你個計劃嘅年期啊、回報率啊等等呢啲資料咧，就好似旅遊景點啲石頭咁樣啊，佢可能好有價值嘅，但係客戶感受唔到。直到你教育過佢之後啦，例如你話俾佢知香港人嘅退休期有幾長啦，要預算嘅開支有幾多啦，物價上升嘅趨勢啦，對子女供養父母嘅期望管理啦等等。當客戶俾你教育過、吸收咗呢啲知識資訊之後呢，佢就會發現你為佢規劃嘅嗰個退休方案係幾咁有價值，對佢嚟講係幾咁重要。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。而要令一個銷售人員有能力去教育客戶呢，首先第一個條件就係由產品思維提升至產業思維啊！產品思維呢，就純粹圍繞住件產品嘅啫，將產品嘅資訊同埋細節背到滾瓜爛熟、倒背如流，就好似將自己變成咗個人肉說明書咁樣啊！但係產業思維所涵蓋嘅範圍咧，會闊好多嘅。如果你係做保險，你嘅產業思維就唔係局限喺保險產品上面嘅認識，你仲要對人口政策啊、醫療政策啊、升學留學啊、經濟民生等等嘅話題咧，都要有一定程度嘅了解。咁你可能會話啦，喂，一個人邊有可能識咁多嘢㗎？冇錯，一個人真係好難識咁多嘢嘅。所以我一直以嚟都主張做銷售要做得好嘅話咧，就要做得專。就算只係一個細分嘅行業啊，當中你需要具備嘅知識咧，可能已經需要你用一生嘅精力去追求㗎啦。另一點大家需要注意嘅係咧，當你教育客戶嘅時候咧，你要放低對成交嘅執着啊。你教育客戶嘅目的係希望打開佢嘅認知，佢認知打開咗之後咧，可能會同你成交，但係唔係必然嘅噃。但係你必須要放下對成交嘅執着，以客觀同專業嘅態度去教育你嘅客戶，咁樣反而會令你獲得客戶嘅信任同埋尊重。例如我嘅課程係教人做自媒體嘅，理論上我同一啲自媒體嘅代營運商咧係競爭對手關係嚟嘅，因為如果你選擇咗揾代營運公司去經營自媒體咧，咁結果就係你自己唔會去學啦。咁但係當我教育我嘅學生嘅時候咧，我係唔會反對佢哋去揾代營運公司去經營自媒體嘅，只不過佢哋需要具備咗某啲條件。當佢哋具備咗呢啲條件之後咧，佢哋去揾代營運公司先至會發揮到佢真正嘅效用。喺你教育嘅過程裏面咧，顯示得客觀咧，對方會更加認可你嘅專業性，對你成交咧反而有幫助。大家聽完呢集節目之後咧，可以多啲試下喺銷售嘅過程裏邊，充當一個導賞員嘅角色，客觀專業地教育你嘅客戶，令佢哋發現到你嘅產品之餘啊，亦都會更加認可你嘅專業能力。如果大家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就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